台湾左投陈伟英开季的先发地位未定，今天春训最后一场先发，内容有好有坏，单局挨2轰失5分，但另有3局飙3上3下，他自评调整进度已达 80%。美国职棒大联盟春训进入尾声，迈阿密马林鱼投手陈伟英、波士顿红袜野手林子伟是最有可能开季留在大联盟的2名台湾球员。马林于28日起在主场与科罗拉多洛基打开幕4连战，陈伟英到时会以先发或牛棚的角色出赛，要看总教练马丁利 Don Mattingly 最终的决定。这场陈伟英本季春训的第5场出赛，首次投满5局，6局上被敲安打之后退场。账面数字上，陈伟英投5局被敲7安打，失5分，但真正出状况的只有第2局。陈伟英在第2局被敲5支安打，包括康佛托 Michael Conforto、尼莫 Brandon Nimmo 的2分炮与3分炮，失掉5分都是因为全垒打。除了第2局的乱流之外，陈伟英都能掌控局面，有3局3上3下，共投出3次3振。陈伟英赛后向大联盟官网的记者表示，已经逐渐找回身手，目前状况的调整已经达到 80%。陈伟英说，也许我在球种的选择上需要一些变化。我用了很多直球与滑球，但在球数上有些落后，没有投进想要的位置。被敲第1支全垒打之后，要命的是我投了一个触身球，让我付出代价。不过总教练马丁利仍然给予正面评价，他说，不算太糟。他在球数上有点落后，被敲全垒打的球有点失控。但他在后面用了较多变化球，让对方的攻势缓了下来。关于开季先发轮值，马林鱼目前敲定由瑞尼亚 Jose Urena、史崔利 Dan Straily 抢下前2号位置，陈伟英与罗培兹 Pablo Lopez、艾坎塔拉 Sandy Alcantara、理查兹 Trevor Richards、史密斯 Caleb Smith等5人竞争剩下3个轮值位置。陈伟英春训累计5次出赛，共投 16.1 局，被敲25支安打，则失17分，挨了3支全垒打，防御率 9.37。其他轮值竞争者的春训防御率，罗培兹 0.90， 理查兹 1.86， 史密斯 1.00， 艾坎塔拉 4.70。陈伟英过去7年的大联盟生涯，绝大多数都是先发角色。对于本季可能转任牛棚，他向大联盟官网表示：“当然，我担任先发投手更觉得自在。无论总教练怎么安排，我还是会试着调试。但是我担任先发投手更觉得自在。”